在台南安平的外海，最近是出現在要斷種的中華白海豬。這漁民呢是在蚵仔坪的海域看到5、6隻白海豬，離船只是無到20公尺，讓人看到是真歡喜。其實舊年開始，這市政府呢就甲在地漁民來組一個永續艦隊，聯手來打擊非法掠魚，也閣有拖網的行為。總算在今年頭擺去記錄到這陣馬祖魚來到台南的影像。海面上白色的積翅鋪鋪頂頂，這定是俗稱馬祖魚的中華白海豬。最近出現在台南安平外海，這是台南漁會永續艦隊的漁民，在我蚵坪大約2.7海里，離船只無到20公尺咧做工課。煞意外看到5、6隻佇遐受水，隨甲因對船咧受的珍貴影像翕落來，為台南海域的生態保育留下重要記錄。持續追了差不多有20分鐘之久，但是就是一群慢慢的浮起來，差不多大概我目測大概有10隻左右吧，因為很興奮，真的是很開心，第一次遇到這麼大群，然後離我這麼近。海保署他也有說過，白海豚是一個對於環境非常重視的一種魚種。所以這個白海豚出現在我們台南外海呢，證明了說我們這邊台南外海的水質跟我們的環境保育已經開始在增加。過去白海豬多數出現在西部海域，這回在台南。漁港所講，台南沿海其實有豐富的飼蚵仔系統，水底嘛形成豐富的生態結構，嘛成魚仔來遮討食，提供穩定食物的來源。加上近年來市府咧送友善漁法，甲魚在放流，海域環境一直在改變。這批海洋的貴賓來到台南附近的海域。對長期投入做海洋保育的漁民來講，是一件非常讓人歡喜的代誌。按照去年的計算，應該是低於50隻，一直都有聽說過啊。對，因為它的那個重要棲息環境雖然到雲林，可是我們知道它確定的棲息環境本來就有到台南。作為這些保育的這一些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成果，所以我們後續我們也會持續的來跟這個永續艦隊來做一個合作，去打擊這些非法捕魚的行為。台灣白海豬是瀕臨絕種的特有亞種，棲地挖進海岸線。為了保護這陣寶貴人客，政府講有甲漁民組永續艦隊，已經建立海上的區域聯防機制。漁會甲市府攏唔幫，透過市地維護甲處地，通予白海豬定定來台南，實現漁業發展甲生態永續的雙贏。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